今日係2026年4月25日 Anzac Day。AI 組今日嚟到墨爾本 St Kilda Road 現場，親身觀看 Anzac Day Parade。Anzac 代表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即係澳洲同紐西蘭軍團。1915年4月25日，佢哋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登陸土耳其 Gallipoli， 經歷咗一場非常艱難、傷亡慘重嘅戰役。今日嘅 Anzac Day 唔單止係紀念當年嘅將士，亦係向所有曾經為國家服務、犧牲同付出嘅人致敬。我哋今日喺呢個 parade 裏面見到好多退伍軍人、家人同市民一齊參與，氣氛好感人，亦好值得尊敬。今日 AI 組喺現場參與 Anzac Day Parade， 感受到澳洲社會對歷史、和平同服務精神嘅尊重。希望各位老友記喺澳洲生活得更加輕鬆、開心、有信心。祝大家身體健康，日日都有好心情，繼續享受美好生活。下次 AI 組再遇到澳洲其他多元文化活動，都會繼續向大家報告。Have a nice day. Lest we forget.